尽，风声中夜清。哦，今夜的月色真美呀！60年了，从我记事起，每一个有月亮的晚上，我都会想起父亲，仿佛总能看见父亲，看到父亲对我慈爱的微笑。而母亲要说起父亲的时候，那总是神采飞扬。她说，父亲认真工作的时候，样子最迷人。他的手指在发报机的按钮上疾飞，就像是轻盈的舞蹈。哦不，那简直是美妙的音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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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母亲总是越说越陶醉，越说越自豪，越说越甜蜜，越说越心酸。唉，我从没见过父亲，只知道他是经过25000里长征的红军，从延安来到上海。他长得什么模样，我不知道。但是，在我还没有降临人世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了我们。无论黑夜多么漫长，总有光明在前方。无论寒冬多么凄凉，雪融冰消盼春光。夜莺死了，夜莺死了，夜莺死了。我们共产党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早已忘却了死亡。等着吧，很快就会有新的夜莺出现。我太了解共产党了，他们对待死亡就好像吃饭睡觉那么简单。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似乎在最短的时期内找到新的夜莺。是啊，延安的同志马上就要到了。夜莺来一个，消灭一个。这一次顺藤摸瓜，一定要摧毁共产党的整个地下情报网。侬看荷兰芬可以吧？荷兰芬。特区副市长旗袍换身上，面对新身份欢喜
正风起初把戏唱，街头的哀嚎难说在心肠。但不知延安的同志怎么样？有点儿焦虑，有点儿慌张。确定他们的接头地点就在这百乐门？最新接获的消息就在这北罗门。即使他此刻就在这里，你怎么把他揪出来呢？中村先生，你要相信一个女人的直觉。女生的直觉今夜风声我里，我给神儿有神呐。一笔上海，路上在故地重为新官配，多少夜梦里童年老龙堂，二本娇妹生因为归户插得高，把当里心中无农园女都亲戚，丝丝点香清心喂，凡中心日气安内，打进了巴罗门。醉生梦死小风泪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神经世上，端一杯飘香的美酒。
就是接头人越上前，又把家布收，心坦坦接头摇真出头，每一处做什么几情看几头。不，我在招人。招什么人？一个男人到舞厅来，小姐你说我要招什么人呢？自然是找美人了。那你招着了吗？莫算未收，那人恰在灯火阑珊处。先生，我这可否有此荣幸？请。小姐，哎呀，你叫我妮娜就行。妮娜小姐。哎，听先生的口音，我不是湘西人士。哎呀，小姐真是好儿脸。不过在下是世家保安的本地人士，在湖南做生意做得久了，难免算上些当地的口音。哦，先生是做生意的，我看不像。那你看我像是？我看先生风度翩翩，倒像是读书人。真见得生意人就没有风度呢？啊？我看小姐也不像是个妇女呀。哦，那先生看我是什么人呢？我看小姐举止高雅，谈吐不凡，倒像是出身名门呐。哎呀，李先生，你是不是对每个女人都会说这样的甜言蜜语？里面是一片真心。好了，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？小本经营，卖些香绣制品。哎呦，那可是艺术品呐！难怪我一见李先生就觉得气质不一样。哎，听说香绣做旗袍是最好的。那也要看是谁穿呐、像小姐这样漂亮的身材，再穿上一套香绣的旗袍，那一定是锦上添花了。先生真会说话。香绣水酒，小姐啊，原来你真是在这里跪问。哎呀，哎，你怪不得人家说男人长得好，心就抓不牢。哎呀，什么男人女人？女人心眼小，机敏高又挑。你不要嬉皮笑脸的，哎呀，我这不是在应声吗？快点与我回家。回家？哎，好好好，快点回家。你回家。真拿你没有办法。李先生，怎么急着走啊？哎呀，刚说的要做旗袍，我还想到你出去看看呢。哎呀，那李某是求之不得。那天小姐有空，李某是当逢的。哎呀，女人对穿衣打扮比什么都重要。李太太不介意的话，不如此刻同去。你那小姐，你那小姐，这是钟先生建议的。哎呀，真不凑巧，钟先生约我到美丽宫去吃咖啡。哎呀，旗袍怕是做不成呐。
真是太不凑巧，那就下次吧。李先生府上何处？对呀，小姐这份小店的地址呢？你接什么？万王东路报。快走！该骗了，他们白发。后会有期啊，后会有期。哎呀，你呀，你。他来去匆匆，气息阵风，叫人难猜。街头还在了美丽宫，街头还在了美丽宫。我们回家吧。万王东路报。先帝叫敌人难辨东西，先密诏，西则西，来分表已出意了，启明神上。有知有波涛汹涌断江，前路艰险路迢迢。八小姐，八小姐，李先生，八小姐，让你久等了。新娘子进来了。是啊，哦，这位是宝娃八小姐，沈医生的老朋友。我们认识的八小姐经常到沈医生的诊所去看病。是啊，吴小姐，哦，不要改口了，李太太的记性真好。李先生。过2天就是中秋节了，我送来一盒月饼，也算是祝福那新婚快乐。谢谢。不要嫌我小气哦。哪里？哦，八小姐，我里坐坐吧。不了，老孙让我今朝到医诊所去来药呢。那不耽误你了。好。八小姐，有空来我里坐坐。八小姐最好，再会。八小姐为什么送我们月饼？这里面有我们今晚要发送的信报。哦，那你为什么要买2套窗帘呢？这是为了工作。工作？窗帘不仅用来装饰，
也是用来预警的。不同颜色的窗帘代表不同的情况。白天也挂。有情况就一定要挂。如果有人问起，其实是要保护香绣的绣品，避免光线照入。呀，这绣架还是红木的。是啊。哎呀，用得着这样考究吗？这也是为了工作。工作工作，又是工作。兰芬同志，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香绣商人，而你的身份是我的妻子。我们的衣食食饮都要符合我们的身份的。可是这怎么了？哎呀，老李，屋里屋外都怪呀长，不再放一张床。夫妻名分一人定，愿我能放两张床。夫妻名义是会长，家喜要人正常。没商量，官人房，这是尊让父孝义，在浪当道是地方。好吧，我听你的。哎，这里怎么有孙医生的订单？一幅樱花图。订单是用来传递情报的，樱花的文意就是夜莺的引动文奥。今晚我们必须连通信号，与叶问取得联系。你是夜莺？你也是。我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城市有无数的夜莺在做的。不要忘记打上窗帘。
肩上只见无愁，美妙心侣。爷爷，我联系上了。联系上了，还顺利吗？顺利。那我帮你一起随机器。哦，不要动。语言文虽然联系上了，但是发炮器官不能关，我要记住整体提升的信号。哦，那我帮你倒杯水。我不肯。工作的时候不要打扰我。太好了，终于让我捕捉到了。捕捉到敌人的消息啦！水军，人不断向杀破，红开准备，看来近期内必有移动。那我们是不是把消息立即告诉老曾同志啊？怎么？生气了？啊，方才是我态度不好，我向你道歉。啊？怎么？你没有拉上窗帘？刚才你说过，发炮的时候一定要拉上窗帘，你怎么能放了呢？哦，我忘记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什么下次？下次也许就掉脑袋了，不允许有下次。我知道了，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蓝芬同志，我要你认真地听我说话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会放弃拉上窗帘？啊？我也不是神终于疏忽的时候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不错，神总有犯错的时候，可是我们的工作却不允许犯错。如果犯错，可能你永远都没有机会改正你的错误，哪怕是最小的疏忽，也会就我们的工作及同志带来灭顶之灾呀！蓝芬同志，你要知道，我们的工作就好比在刀尖上跳舞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放心，今天这样的错误永远不会再发生了。哦，蓝芬，明天上午10点，你到外滩公园，把这本《红楼梦》交给宝娃同志。哦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哎。夜深沉，夜深沉，秋意冷，秋意冷，人无美，人无美，心上人茫茫
走他好心一片，心意真。代代公主太草率，当朝他在金牛时分，心上本是心，家父亲本亲应对他关爱有加，应有他心系是真，呀一个教凡事心，做一个贴心应人儿。兰芬，天冷了，这个借你。啊，不，你来了，你用吧。不，我不来。这几天你就瘦了一圈。哎呀，哎，明天我请你登个鸡汤。不，这是为了工作。工作。日本特高，可共党也因太嚣张。我问你，秘密电台何处藏？何时能？何时能把这可恶的电波一扫那天我强势误入了共党的圈套。你是说美丽宫只是共产党放出的烟案，真正的接头地点还是在百乐门，而接头的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共产党的地下电台给找出来。不惜一切代价，我要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的。日本民从中国赶出去！日本民从中国赶出去！打倒日本军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军国主义！还我东北三省！还我东北三省！日本民从中国赶出去！妮娜小姐，不要害怕。
的声音，这样的声音令人兴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报告，岳神的飞鹰这位已被镇压下去了，那3个带头的已被当场击毙。这是燕上拍下的照片。中村先生，这几张相片借我一用。你是要用它调查他们的社会关系，找出幕后指使人？我要用它去会会我在北罗门认识的那位新朋友。恰不了清晨一血满地淌，写我的生命生今世，我内心真欢。痛断了肝肠。满飞，你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呀？日本人杀人了！杀人！到处都是血，到处都是枪声，都是血，都是血呀！先回家，回家再说。我问你答啊！日本人杀人，你看见在什么地方？在拟人角。拟人角，什么时间？早上7点半。7点半，有多少人？有多少人？多少人？我不知道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日本人有多少？日本人有多少？有好多的日本人，对着水雾成天的有声开枪。这些残暴的法西斯！我要通过电波告诉全世界，日本人屠杀青年有生。我要发报。好，李先生在家吗？哦，来了。怎么，李太太不认识啦？呀！是你那小姐呀，欢迎！有人光临，蓬荜生辉呀！李先生的记性真好，还记得我。那要看是对谁喽？请坐。兰芬，接客人到上啊。他就是这样，见笑。李太太的性格率真，很可爱。是啊。哎呀，李先生，你的房间布置的真是雅致啊！还
好啊，好。哎，他白天还挂窗帘啊？想修这脚能经不起噻，所以哦，是这样。哎呀，这窗帘的颜色红得好艳呐、都是他选的。女人嘛，就喜欢些大红大绿的颜色。我可不喜欢。红色容易让人想到血，有血腥味儿，弄不好啊，还会被别人说成是次化分子。哎呀，你那小姐是笑话了，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，挂块红窗帘，我能挂出什么策划分子来呢？我不过是随便说说。随便你那小姐说说今天来？李先生，今天提到贵府来，是想做一套香绣的旗袍。做旗袍。过2天啊，日本人要开一个盛大的酒会，邀请我参加。参加日本人的酒会，你那小姐什么神光啊？怎样我们这些生意人放任莫及呀？怎么？你那小姐有什么烦心的事吗？李先生，说什么人美多，交友光辉，分明是马，但平生是非多。即便学生烦恼事，日本人已经找上我。有生闹事，日本人找你。李先生，好，来数下手啊。地上照片有几张，说要我帮忙打听找线索。我是一介良民，最怕惹祸，可日本人的事。17、18岁，好标致的一个姑娘啊！哎，李先生，你好像有些不舒服，是不是也在替他难过啊？是啊，都是些不懂事的孩子，就这样死了。哎，现在的孩子啊，就是这样。放着好好的书不念，好好的识字不顾啊！李先生也是觉得他们不对哟。我也不知道谁对谁错。说话是宁为太平犬，不做乱世人。生逢乱世，这就家家平安，哪里还管得了许多啊？说得好，宁为太平犬，不做乱世人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哎呀，不说这些了，选旗袍，选旗袍。不是小姐喜欢什么面料的？哎呀，我喜欢面料柔软些，垂感好点嘞。那喜欢什么图案的呢？听说有一种叫做纱巾缠子牡丹花纹的。哎呀，小姐真是好眼光，这是价格嘛？高了一些，一般我们家里都不称呼。要是可以从行里调一些。哎呀，是啊，价钱倒无所谓，即使没有现成的面料，那我就改天再来。那就麻烦你再报一次。啊，好说，好说。李先生，李太太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你的小姐最好。
伯，六伯。李夏，你怎么了？看了这些照片，我知道你伤心，我也心痛这些无辜的友知道，你不知道。不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，你不知道。这个传世的女人，她就是我的妹妹。什么？你的妹妹？妹妹，我的亲妹妹。一颗心生生世里，生死拼，须斑斑，生难灭，生难避。因泪淋漓，再不见妹妹清纯的笑脸，再不见情深最后的永远。叹的娘世事早，生灵要离呀，早困好妹妹都故里，老年前我身份暴露敷衍，将小妹托付主子亲助理，为上海不管孙将小妹接，今我真人谁你做先，愿意为给生意兄妹从容掐不了，从相
心内往昔，错过了，错过了，错过了今生情丝与妹妹。最后一暖儿欢迎神，泪刚一见家脸庞下，遇多少愁肠不再苦痛大，李下呀，你千劫悲痛莫伤为。我与你呀，风雨同舟共承担，你莫悲伤啊，我愿肩上肩，接你靠，你莫悲伤。我此心愿将君心暖，兰分谁比你亲妹妹愿陪你。走过这漫漫黑夜痛，万难我们必须马上搬家。马上搬家？对，刘妮的上门，绝不会是做旗袍那么简单，他的背后一定有日本人的眼睛在盯着我们。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怪不得这2天半夜3更的经常有人查户口。是啊，你快收拾收拾东西，马上去找老师啊！你不走？要走的，但不是现在。也许在屋子外面，小小敌人的眼线，一起走会引起怀疑。我明白。明天早上6点，
你在外滩公园从南边数过来的第3个路灯下面等我。要是我没有来，你马上离开，不要等我，也不要再回到这里来。放东方，玉兔围炉成雾浓，一颗心自愿半空，空荡荡。昨夜晚盼着更女盼天亮，一生中从未觉黑夜。此次长，盼时间快些到，盼他终是出现生不养，怕时间顷刻到，怕到是不问他小女在耳旁，江风阵阵乱心思，往事里涌心上。不是无线电啊！我等着你这位老板娘去陪葬。走吧。开始，父亲摇身一变，成了无线电商人，并且在南市开了一家小小的无线电行。经过一场吃惊，母亲发现，对父亲的依恋之情，在他心底不知不觉地滋长着，而父亲也在那个清晨开始打开了
因为战斗岁月而关闭了多年的内心情感世界。一股暖流在两人之间缓缓地流淌。也就是在那个早晨之后，母亲发现，她感到跟从前的生活不一样了。怎么了？不高兴？我能高兴吗？有人在我背后捅刀子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哼！你莫要，你莫要！揣着你的壮骨肚，把我当3岁孩童好欺负。不如飞去到天边司令部，还不如有人的代号，更幸福。公孙先生，我来问你，你凭什么送我3枪2头，王军统情报处罚？你有什么证据？你有什么证据？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是不是邪火？你独立清楚。最好不要装腔作势，大举谱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是做什么的？日本人不是傻瓜，不会被你玩弄在鼓场之中。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！我留你拿，是被吓大的吗？我问你，天皇陛下今何在？中途到，神兵即将出山来，眼见兵败如山倒，你在这里从难住口！我们大日本帝国是永不落的太阳。这小文小的作者可足为大和民族信念坚定，不可摧。东亚共荣，梦想宏伟，这点儿牺牲无所谓。哪像你们这些是那人，个个都是胆小鬼，一时只会往后退。哦，你继续做你的东洋共荣之梦吧。我是胆小鬼，胆小鬼，我不奉陪了。你，我要走了。站住！刘妮娜小姐，我劝你
最好不要打别的什么主意。我劝你头脑最好放清醒，如今你我是一根身上的两条命，玉皇军可做了这些年，皇军的手段你心里该分明，莫怪我此时没有提醒你，莫怪我倒是翻脸不念经。出入情况紧急，兄弟们发现那中共的电台非但没有消失，反而又出现了几个新的电台频率。那可怕的是，据点竟存在流动之中啊！快使用控制1号计划。没有用啊！兄弟们仔细地跟踪观察，下午3点，他出现在景文字；5点，他又转移到了杨氏坡；8点以后，又回到了石罗坡啊！这是共党在跟我们较量。集中所有的人、所有的设备，分区停电，围剿共党电台。凌晨2
下的心吗？心吗？心吗？成功！是，大做教训的事，是，我该死，是，保证3天之内完成任务。无论商业电台、无线电行一有嫌疑，全部烧煎山湾。李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当初一别，我可是找了你好多年呐。到老你千几了。昔日的湘绣行商人，变成了今日的无线电行老板。李先生，你的本事不小啊！当年红腿把我们的交际花，等当实实进了7日了。比起你那小子你，我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少废话！我看你就是共产党。共产党？你见过？我当然见过，20年镇压共党的时候我就见过。戴老板告诫过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，见枪就下，见人就杀。你笑什么？你觉得你还有资格的戴老板吗？你那小子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里应该是王维7日6号的监狱，而不是军统的办公室吧？你也不要太得意，你的死活还掌握在我的手上。你那小子，我劝你呀，也不要太嚣张。日本人的末日就要到了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总不为了自己留条后路吧？李先生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直言不讳。不过，今天你不把实情说出来，我是不会轻易放你出去的。把火卵针带上来。李霞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？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意人呐。生意人，李太太，你是真傻还是太聪明？李霞，他是共产党。共产党？
他只是一个生意人呐。生意人？那法宝鸡是怎么回事？生意人家中怎么有这样的设备？这是你别说话，我要问你的太太是怎么说的？这是商业电台，是发种商业信息用的。上海滩有这么多的商业电台，你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吗？那烧毁证据是把我们顺藤摸瓜了。说，讲啊。哎呀，李霞，我看我们还是死了吧。这是不忘忠妻。蓝粉。哎呀，李先生，你不要那么激动嘛。李太太，好好劝劝你先生，不要执迷不悟，保持沉默是救不了他的命。身遭空影痛难忍，四目相对更揪心，家父亲早已上阵前，这是相我的条命，的条命。李霞，这一刻生命是彼此谁知道爱他那样啊？这一刻谁唱成团子啊？才知道难杀与难早已是真心相随的伴侣，早已是一岁贫贱的知音，早已是心心相依的家人，早已是相识一门的亲人，叫一声兰芬，我的情人竟不知泪影，谁愿忘却烟
心恨终于把口说不清，你要坚强活下去，虽然营长为家心，哪里有你娘家人暖如水，苦身心，苦身心。情与啥相分，不必失顺心。就是是生意上让遭顺机，只是不肯分有神。听他话中话，更添悲戚呀情。立夏难分，几年来风风雨在一起，我你早已不苦分个是一体，因为懂得所以珍惜呀，因为懂得越加舍不得你，不要的恨爱，因儿宁静爱的花盛开在黑夜底，满花一腔爱，桃船相偎依，桃船相偎依，你始终在我心里。难分我的情楚说，他们说的都是些废话，怎么办？把这个女的放了，放了，放赴归山，再引谁出动？等着他，看他出去和什么人联系。把火兰芬放了。你那小姐，那李霞呢？立夏，我还要留着他和我共舞一曲。你那小姐，你同我当听的事，我已经当听到了。军统方面怎么说？那是本身投降，这是早晚的事了。只要你那小姐你反戈一击，
军统方面承认你就是长期潜伏在日本机关里执行军务的军统之花了。不过，那李霞的身份，暂时还没查清楚。如果他是共产党，我绝不放过他。那如果他不是呢？你加紧侦查，看共党的野营是否还在继续活动。另外，我再让李霞发报，让李霞发报，从他的字法上判断他是否商业美食的，还是红军所使的。都放出来了，只有李亚没。老孙啊，我究竟有没有想到营救的办法？哎呀，你以为我不着急吗？前线局势瞬息变，电台通讯中时分。倘若雨下早不行，好比这段今天竹一根。李亚能不特西，关系到我你的以后的利落啊！我情愿历代讨将如监牢，换得他鸟脱罗网，自由。若能将夜莺重放歌，刀山火，或惜此生。李太头呀，对了，要是我你的地带再次启动，要是亚英再次鼓唱，那么李亚的意义就可以完全消失了。可是，有谁能代替李霞发报呢？我，你，老三，我忘记了，我的李亚是一起受训的同学啊！不行，老三，不行。老三，这可是九死一生啊！我要马上向上级组织汇报，你在家等我啊，千万不可轻举妄动。就他是时光呀爱心，就离呀是非呀应在心，为其是只有听儿这心，各位勇气，凝成锋利的刀剑，锋利的刀剑。
都记了，恰有我手举礼，三心机。一老身父亲心里深，妹妹在心志同道起兵器，为公主印上身份，扎住马路泥，为公主母子天涯两分。举不起来，心儿在莲花难放心里。明晨他心做着，在下北方说不定有良差，能他为妻。亲呀，回头母子你一刻一道，一恨记起为同志，何惧气息为心意，何须把生命惜？为同志，何惧气息？送米店，你是行家里手。不瞒你说，我留你那也是在军统情报电讯处跑出来的。李先生，发报吧。留你那心事
我明白，听天不要趁我心光心光，倒不是将美色手法巧运用，将计就计，我轻举手。迷我的人不迷哟，心照专机特牢笼。夜莺有在行动，红色脸波有彻夜了。人抓住了吗？抓他的时候，他举步被打死了。混账！查清楚什么人吗？公开的身份是音乐教师，叫宝娃。可惜让他死了啊！那李夏，他发报了没有？发了，他果然是重庆方面的人。这可是一个奇才呀！你到军统是不能带上他，那可就是送给上司的一份大礼呀！李先生，李先生，委屈你了，委屈你了！倒茶。不用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当然可以。慢。李先生才华横溢，技艺高超，为重庆小小的商业电台发送信息，太奇才了。凭你这身本事，完全可以换个地方更上一层楼。太久了，有这等好事。我们此说的意思是，不是趁早给完门第？信我。王的大势已去，我们初衷是想让你一起去对本对牢吧。军统对，李先生真是聪明人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好好想想，考虑考虑。李先生，我等你的回话哦。我亲爱的丈夫，我的亲人莫伤悲，莫挂牵，百花离你去远行，娇儿年幼不懂事，小小年纪丧
娘亲。还有相见老父母，赠我好礼了，缓缓言来殿中亲。可怜我不能膝下尽孝道，从今后养老育小全来俱。放不下父亲恩爱多温馨，骑走后万物悲痛啊，太伤情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阴阳难隔两相依。爱你的情呀，一封信读了无数遍，读一遍一遍泪沾衣。百花家，我的好战友，无论你走得有多远，你永远在我心里，永远在我心里。老李，老孙，真的是你吗？老孙，你可回来了？
百花，你看见了吗？李霞她回来了，她平安的回来了。百花同志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取得了刘妮娜的信任，这个诡计多端的女斗已经对抗了军统，我想留在她的手下。先不良计送天将，刘妮娜凭借头一把我当士兵两方，趁机当今的欣赏，这军统把吴那云大棍一压上，闲不下来，继续为我党提供机密的情报。老李，这很危险。我知道，我想，这是我的决定，也是百花同志的决定。在军统的那段日子里，父亲凭着智慧和胆略，不断把情报传递到前线，并且在敌人对他产生怀疑之前，成功的撤离了。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，组织上批准了父亲和母亲的结合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假夫妻，终于成了真夫妻。母亲说，在撤离上海后的那段日子，那是她一生中最平静、最幸福的岁月。后来，如果不是因为上海解放前夕，谍报工作非常关键，父亲被再次派回到上海工作的话，也许他们会把那样的日子一直过到天荒地老啊！母亲说：“可我和你父亲毫不犹豫地回来了，因为我们坚信胜利就在眼前，那将是我们的最后战斗。”母亲特别告诉我，还因为回到上海的时候，我的肚子里又多了一个你呀。
你叫小蜜，对，叫小蜜。不孝夜里，虽为天命，这名字真好。是啊。哎，丽生，将来孩子长大了，让他做什么呢？做什么呢？让他当个科学家，科学家。有好本领，将来建设新中国。不，还是让他当个作家。作家？讲你、老生，还有娃娃同志，你们这辈人的战斗经历记录下来，让将来的人知道。不，还是让他当个科学家。你呀，也许他将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、农民。无论做什么，只要做一个正直的人，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就好。是啊，做一个正直的人，幸福的生活就好。是啊。哎，将来孩子长大了，我们的头发也白了，眼睛也花了，牙齿也掉了，哪里都去不了啦。是啊，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这对糟老头子、糟老太婆该管些什么呢？你说我们该管什么呢？我陪你同入家中听广播，两杯清茶飘余香，为暖阳苦催眠，催得你我真是昏昏的梦乡。我陪你同到江边听潮声，千里两公啊，问一呀长，月色永永是明镜照得你我，满堆花花是人伤啊。等到出门嫁几日，做一桌好菜食琳琅，登上儿孙为家做。叫爷爷，叫恩呐，一生阳光笑声啊呀！是老师，老师，老孙，老师，老孙来，属下出什么事了呀？出什么事啦？现在解放大军就要渡江，我们截获敌人的江防情报和江阴炮台官兵起义的时间，太好了，要急需马上向组织汇报。可是我们的电台遭到敌人疯狂的破坏，现在只有你，老孙，有任务你就布置吧。是啊，老李呀。江防情报非寻常，事关大军渡长江，破敌阵舰伤亡，全靠点火架桥梁。
现在全城撒大网，演一场比早娘。为了新中国的解放，也应是今夜平时也要唱。纵算是敌人强推苗人物，也要把心爆发到土心上。愿天不挂利剑锤，震鼓震天响，金鸡里里迎风扬。说罢方案勇士，顾大家。老师，你放心，我们迁就万人神物。发报以后马上撤离。我走了，路上小心。保重，保重。老李，我们什么时候发报？凌晨2点。凌晨2点。好，那我先做准备。好。兰飞，你快收拾收拾东西，马上撤离。老李，不要睡着了，现在睡觉，即刻睡觉。不，要追，一起追；要死，一起死。死！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你怎么能死呢？老李，你说过，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的呀。我说过，我是说过。可是现在，只能有一种选择。你现在，我留下完成这最后一个任务。不，老李，兰芬同志，老李，我怕我这一走，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兰芬，情况紧急，可不用玩，你必须马上撤离。老李，你发报我做业务，这也是我的工作，我不能做逃兵啊！你怎么就这样死心眼呢？你先走，明天早上10点，我在外滩公园等你，这是命令，最后一股命令。你呀。
故事。老李，你一定要平安活下来，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。蓝飞，深深进去，用心对。轻言淡语，跟谁？蓝风啊，漫漫岁月，风雨醉。你我共济，谁同醉？默默温馨酝酿去的激情两远行，都想和你一起走，光明世界深奥野，都想和你长相随，共享天伦乐业。真乃是将房心抱，谁知紧要关口两当机立断，义无反顾，上刀山下火海，用不得一点点后顾之忧，气呀气！待那黑夜散尽，时光透，相依泪。满天银菊在。
等你。模糊我们的孩子在等一下，你的路到了。同志们，永别了，我想念你们。无论黑夜多么漫长，总有光明在前方。无论寒冬多么凄凉，雪融冰消盼春光。在上海就要解放前20天的时候，父亲走了，这一走60年呐，60年了，滴滴滴，滴滴滴。
时而清晰，时而模糊。这声音是力量，是希望，是冬去春来的合奏，是沧桑正道的共鸣。